我叫蘇美蓮。68歲之前，我一直以為做人阿媽有啲數係唔應該計嘅。仔女細個食過我幾多餐飯，我唔會計；病過幾多次，我陪過幾多晚，我都唔會計。供書教學、結婚擺酒、買樓俾首期，更加唔應該計。直至我住咗入安老院3個月，大仔周啟昌拎住2盒就嚟到期嘅奶嚟探我，我先發現原來一直唔計數嗰個人，去到最後可能連自己剩翻幾多都唔知。嗰日下晝，啟昌入房第一句唔係問我身體，佢將膠袋擺低，坐都未坐穩就問：媽，今個月嗰6200蚊年金入咗數未？我望住佢，入咗。佢點點頭，咁就好。張卡俾我啦，我聽日順便幫你撳錢。其實張提款卡一直都喺佢度。3個月前，我搬入深水埗呢間私營安老院。佢話老人家記性差，提款卡由佢保管安全啲。每個月6200蚊，佢俾翻1200我傍身，另外5000蚊就話當我幫補2個孫。我問過佢一次，啟朗都係我個仔，我已經將層樓俾咗佢。你又有手有腳，仲要阿媽幫你幫到幾時？啟昌當時塊面即刻黑晒。佢話你都識講啦，成層樓俾咗細佬，我有咩？當年我結婚，你先幫我俾咗幾十萬首期，依家一層樓值幾百萬啊！嗰日佢又講翻同一樣嘢，我冇同佢拗，只係望住膠袋入邊嗰2盒奶，合角凹咗，仲有3日就到期。啟昌見我望住，笑笑口話：超市特價買1送1，老人家飲奶好啊，補鈣。我突然諗起佢8歲嗰年發高燒。嗰陣國雄仲喺度，我哋一家住葵涌一間100幾尺嘅細唐樓單位。我成晚用濕毛巾幫啟昌抹身，第二朝一樣要返製衣廠開工。佢退燒之後攬實我條頸，話大個一定要搵好多錢買好多靚衫俾媽咪。原來細路仔講過嘅說話，大人記得最耐，講嗰個反而一早唔記得。我拉開床頭櫃，攞出一個信封。我話呢度有3000蚊，本來留住復診搭的士。你最近唔係話手頭緊咩？攞住先啊！啟昌接個信封，掂咗2下，佢皺住眉。3000，我冇出聲。佢又話：媽，你唔好成日收收埋埋啦。阿爸以前鍾意收舊錶舊畫。唔係仲有啲嘢留低咩？我個心沉咗一沉。我問你問嚟做咩？啟昌嘆口氣，淑文想報個日本團，2個仔又要交補習費。我周身都係數，佢挨近少少，壓低把聲。不如阿爸剩低嗰幾隻錶，啲舊畫全部俾我啦。我搵人放出去，你依家住院舍，留住都冇用。我望住佢，嗰啲係你阿爸嘅遺物。佢答得好快，人都走咗20幾年啦。我冇出聲，門口忽然傳嚟一把女仔聲：周先生，婆婆話唔賣，你咪再逼佢啦。講嘢嗰個叫方詠欣，19歲，細細粒，頭髮永遠紮住條馬尾，着住院舍件淺藍色制服。詠欣係院舍護理助理，自細喺兒童院舍長大。佢一邊返工，一邊準備重考 DSE。啟昌轉身等住佢，關你咩事？你係邊個啊？詠欣行入嚟收水杯，我係照顧蘇婆婆嗰個。啟昌冷笑：咁你咪做好自己份工咯。我哋一家人講嘢，幾時輪到你插嘴？詠欣忍咗一下，最後都係忍唔住。佢話一家人3個月先嚟一次，一嚟就問錢。我日日見婆婆，都未見過你問佢醫生講過啲咩。啟昌一下企起身，你再講一次，我即刻拉住詠欣，算啦，阿欣。啟昌指住佢，冷冷地講：後生女唔好以為同老人家熟少少就可以扮親人。人哋屋企有幾多嘢，唔關你事。
講完，佢拎起個信封就走。去到門口，佢見探訪桌上擺住一袋未開嘅高鈣奶同梳打餅，順手又拎埋。佢問呢袋邊個㗎？詠欣愣咗一愣，我認得，係隔離床陳太個女朝早送嚟，一時擺錯咗位置。我正想出聲，啟昌已經拎住走咗。詠欣追咗兩步，最後停低，佢望住我，眼圈有啲紅。我反而笑笑口，算啦，幾盒奶啫。第二朝起身，我床頭多咗兩盒新鮮奶，一包麥包，仲有幾個橙。我問姑娘邊個送嚟，冇人知。直到凌晨2點，我瞓唔着，行出去走廊飲水。轉角有盞好暗嘅燈，詠欣坐喺嗰度，膝頭放住一本英文練習。佢一邊查字典，一邊飲奶。我行近先睇清楚，佢飲緊嘅就係啟昌復日帶嚟嗰2盒就到期嘅奶。我叫佢阿欣，佢嚇到差啲跌咗支筆。婆婆，你做咩起身啊？我冇答佢，淨係問我床頭嗰啲嘢你買㗎？佢低低頭，唔貴。我問你一個月人工幾多？佢唔出聲。我再問一次，佢先細聲答，12,000左右，溝埋住宿同交通，剩唔多。我指住佢本英文練習，你讀緊書。詠欣點頭。以前屋企有事 ，DSE 考得唔好，我想下年重考2科。如果夠分，我想讀護理。我望住佢，咁你啲錢更加應該留翻俾自己。詠欣笑咗笑，2盒奶啫。你個仔買咗嚟又唔理幾時到期，我唔想你飲。嗰一刻，我企喺走廊，突然講唔出嘢。一個同我冇血緣嘅女仔，用自己辛辛苦苦儲翻嚟嘅錢，驚我飲到過期奶。我3個親生仔女，最緊張嘅，卻係我死之前仲剩低幾多嘢。我坐到詠欣隔籬，伸手話英文拎嚟，佢愕然望住我，哈！我指住佢本練習，我後生讀夜校，英文攞 A 㗎。你呢條文法都錯，仲想重考？佢呆咗2秒，跟住笑到眼都彎埋。由嗰晚開始，每逢我精神好，就陪佢溫書。我嗰陣以為自己只係順手幫一個後生女，我點都估唔到，去到最後拉返我出嚟嗰個人，反而係佢。2個星期後，我收到嘉敏嘅 WhatsApp， 得一句星期3返香港，落機再聯絡。我將嗰句說話睇咗10幾次。嘉敏係我唯一一個女。13年前，佢去澳洲做華人地產銷售。最初1年仲有電話，第2年變成過年先有信息。後來連我做膽囊手術，啟朗通知佢，佢都只係傳翻一句 Take care。13年，我成日同自己講佢忙啫。做人阿媽最叻嘅本事，可能就係幫仔女揾藉口。星期3，我特登去髮型屋電咗個頭，詠欣陪我搭港鐵去機場。我仲買咗嘉敏細個最中意食嘅老婆餅。航班到埗之後，我哋喺接機大堂等。40分鐘後，我見到佢。頭髮剪到膊頭，拖住2個大行李籬，着住米白色西裝。13年冇見，我第一眼就認得。我叫嘉敏，我行前一步。佢明明望到我哋隔住幾米對望咗2-3秒，但佢好快移開視線，拖住行李由我身邊行過，好似唔識我。我成個人僵喺原地。詠欣望下我，又望下佢。佢細聲問：婆婆，嗰個係咪你個女？我未答，手機已經響，係嘉敏。佢話：媽，我落咗機啦。我轉身，佢已經行到的士站。我話：我見到你。電話另一邊靜咗一下，嘉敏先話：你做乜嚟機場啊？我約咗客，趕時間。我答：我想接你。佢有啲不耐煩，我又唔係細路女，你身邊嗰個女仔邊個嚟？
我望咗泳欣一眼，院舍照顧我嗰個女仔。嘉敏把聲即刻緊張起嚟，媽，你唔好咁易信人。院舍啲人同你非親非故，做乜無端端對你咁好？銀行啲嘢，屋企啲嘢，千祈唔好亂同人講。我揸住電話，望住遠處嘅佢，我問：咁你幾時得閒同我食餐飯？佢答：遲啲先啦，我今次返嚟好多嘢要搞。我再問：今晚呢？佢嘆咗口氣，媽，我坐咗10幾個鐘飛機，好攰啊。講完，佢收咗線，泳欣企喺我身邊，乜都冇問。我將盒老婆餅遞俾佢，食唔食？佢望住我，食。我哋兩個坐喺機場張長凳，一人食一件。餅碎跌到成身都係，我一路食一路笑，笑下笑下，眼淚就跌咗落嚟。返院舍幾日後，我收到另一個電話，係許志成個外甥打嚟。佢話蘇姨，舅父情況唔係幾好，佢一直問有冇揾到你。我揸住電話，足足半分鐘冇出聲。志成係我20幾歲嗰陣識嘅，嗰陣尖沙咀仲有唔少民歌餐廳。我收工之後，成日眯住支結佢去唱2個鐘。志成做音響。我一走音，佢就笑我。後來我嫁咗國雄，國雄走嗰年我41歲，3個仔女仲細。國雄走咗冇耐，志成又揾返我。佢問過我一次，美蓮，不如以後等我陪你。我爭啲就答應，但係嘉敏知道之後大發脾氣。嗰陣佢16歲，當晚執咗袋衫離家出走。我哋揾到凌晨4點，先喺佢同學屋企揾返佢。佢一見到我就喊：你有咗第2個男人就唔要阿爸，遲啲係咪連我哋都唔要？第2日我揾志成，我同佢講算啦。佢冇鬧我，只係望住我，好耐先答好。我明，一明就明咗20幾年。我去北區醫院見佢，佢瘦到我爭啲認唔出。見到我，佢仲識笑。你把頭髮都白晒啦。我坐喺床邊，你咪仲衰。佢笑咗幾聲就開始咳，隔咗好耐，佢先問啲仔女對你好唔好。我望住窗外，好啊。佢望住我，冇拆穿。臨走之前，佢握住我隻手。佢話：美蓮，我呢世最唔抵嘅就係冇同你去成嗰次旅行。我記得嗰年我哋原本話去台灣，最後因為嘉敏離家出走，我冇去。我低聲同佢講：如果真係有下世，你早啲出聲啦。志成笑：今次你唔准再放我飛機喎。3日後，志成走咗，我由醫院返深水埗。巴士去到轉車站，我胸口突然好似俾塊大石壓住，我急急落車，坐到巴士站張長凳，呼吸越嚟越急，手指凍晒。我第一個打俾啟朗，電話背景好嘈。佢話：媽，我睇緊戲啊，有咩一陣先講。我用力吸氣，啟朗，我唔舒服。佢答：你叫院舍姑娘啦，我而家唔方便。電話斷咗，我再打俾嘉敏。響咗好耐，佢先聽。一開口已經好唔耐煩。媽，而家幾點啊？我先瞓咗2個鐘。我話：嘉敏，我個心好唔舒服。佢答：你唔舒服咪去急症咯。你打俾我，我隔住個電話可以點，又斷咗。最後我打俾啟昌，佢一接電話就話：啱啱好想揾你。阿爸嗰幾隻舊錶你放喺邊？淑文下個月想跟朋友去大阪，我想拎啲錢俾佢去。我靠住長凳，連一句完整說話都冇力講。我只能夠救啟昌，阿媽唔舒服。佢停咗一下，你又唔舒服，院舍成1萬蚊1個月嘅，叫佢哋處理啦。我眼前開始發黑，手機由手掌滑落地下。嗰一刻，我突然諗起40年前。有個8歲細路攬住我，話將來要買全世界最靚嘅首飾俾媽咪。原來香港去澳洲唔算遠，
最遠嘅係一個人明明仲叫你阿媽，個心卻一早行到你揾唔到嘅地方。救我嘅唔係3個仔女，係巴士站一個退休護士。佢見我面色唔對，立即幫我叫救護車。醫生話我有心律不整，加上血壓一直偏高，要繼續覆診同食藥，暫時唔可以太操勞，情緒亦唔好太激動。榮恩知道之後，放工即刻衝去醫院。見到我第一句就鬧：你點解唔打俾我？我笑佢：你係護理助理，又唔係救護車。佢眼圈即刻紅晒，起碼我會嚟啊！5個字，我聽完收起咗笑容，起碼我會嚟。原來去到我呢個年紀，有人肯嚟已經咁珍貴。出院之後，我身體差咗好多。院舍同房有個70幾歲嘅何太，平時仲成日同我爭電視遙控，一晚瞓低，第二朝就冇再起身。我望住姑娘收走佢床邊嗰對拖鞋，心入邊突然冒出一個問題：我仲有幾多日？2年、1年，定係下一覺就唔會再醒？68歲生日嗰朝，我5點幾就醒咗。我去髮型屋，將頭髮染返黑啲，又由行李箱最底拎出一件深藍色旗袍。姑娘見到我都笑：蘇太，今日去飲啊？我笑住答：生日，想靚一日。我冇叫仔女陪我食飯，我只係想返舊屋攞一樣嘢。郭紅張相，我將葵芳層樓轉俾啟朗嗰陣，大家講好細房會留返俾我。嗰陣啟朗仲攬住我膊頭講：媽，呢度永遠係你屋企，院舍住得唔開心，你隨時返嚟。我一直都信，舊鎖未換，我仲有鎖匙，門一開我就冷住。細房完全變咗樣，牆身油成灰黑色，入面擺住2部大電腦、電競椅，仲有幾排閃燈。我以前個木櫃俾人塞咗去牆角，郭紅嗰箱遺物放喺地下，上面仲壓住2個食剩嘅外賣盒，其中一盒咖喱汁漏咗出嚟。啡黃色嘅汁沿住紙箱流落去，連相框一角都浸濕咗。我蹲低用紙巾慢慢抹，大門忽然傳嚟聲響，啟朗返嚟。佢一見到我，塊面即刻變咗。佢問：媽，你點入嚟㗎？我揚一揚手上條鎖匙，我返嚟攞你阿爸張相。佢望咗地下幾眼，第一句竟然係：你有冇換鞋？我呆住咩？啟朗皺住眉，泳絲最憎人住出街鞋踩入屋。佢返嚟見到又同我吵，佢急急腳行去鞋櫃拎拖鞋，仲一路講：媽，你下次嚟之前通知聲啦。我望住佢，呢間以前係我屋企。啟朗嘆咗口氣，又嚟啦。我話：你話過留間房俾我。佢答：媽，我哋得400幾尺。間房唔用，唔通真係擺空俾你1年返一次咩？我指住地下，咁你阿爸啲嘢呢？佢話舊嘢啫嘛。我望住佢，張相俾咖喱汁浸濕咗。啟朗開始唔耐煩，我一陣幫你抹咪得咯。泳絲就返嚟噶啦，你今日可唔可以先返院舍？我叫佢啟朗，我本來想講今日我生日，但仲未開口，佢已經拉開大門。佢話：媽，算我求你啦。泳絲見到你突然上嚟，我今晚又冇覺好瞓。我抱住郭紅張相，慢慢行到門口。啟朗跟住出嚟，幫我撳電，店門打開，我行入去。佢企喺外面話：返到院舍 WhatsApp 我一聲，門匿埋，我連聲好都冇講。落到街，我冇返院舍，我一個人行咗好耐，行到商場，我見到泳恩，佢放假企喺一間時裝店櫥窗前，入邊有條米黃色裙，我行到佢身邊，鍾意咪入去試咯。佢嚇一跳，婆婆，我問幾錢？佢笑唔知啊，我望客啫。我話成日淨係望件衫，唔會自己行出嚟㗎。
佢笑咗，商場啱啱播緊一首舊歌《千千語歌》，我企喺度，突然諗起一個好耐冇見過嘅人，23歲嘅蘇美蓮，長頭髮，喇叭褲，摸住一支二手木吉他，每逢星期五晚就企喺民歌餐廳個細台唱歌。嗰時我真係覺得自己有一日可能會做歌手。後來結婚生仔，國雄走咗，啟昌要補習，嘉敏要讀書。啟朗細個哮喘，要成日睇醫生。最窮嗰年，我將肢結佢賣咗1800蚊買校服、交水電，剩返300幾。我突然問自己，嗰個蘇美蓮去咗邊？我用咗40幾年做阿媽，做完未？榮恩見我一直唔出聲，輕輕碰咗碰我隻手，佢笑住話：婆婆，你今日好靚啊！我望住玻璃上面自己個倒影，頭髮染黑咗，旗袍仲算合身，我突然笑咗。我話阿欣入去，佢問做咩？我指住條裙買裙，佢即刻搖頭。我冇錢啊！我望住佢，我有。嗰晚我手機響咗3次，第一個係啟昌，佢話：媽，我指膝頭要做手術啊，私家快好多，你幫我諗下辦法啦。第二個係嘉敏，佢問媽：你仲識唔識以前做廠嗰個何生？我聽講佢個仔依家做發展商，我想約個客，你幫我搭條線得唔得？最後係啟朗，佢一開口就埋怨：媽，你今日上嚟做乜啊？詠詩返到去見地下有鞋印，發晒脾氣。我逐個聽完，冇一個記得今日係我生日。奇怪嘅係，我已經唔痛，我只係覺得好脹。我對住電話慢慢講：啟昌、嘉敏、啟朗，以後自己嘅事自己搞啦。啟朗愣咗一下：媽，你講咩呀？我答：我老啦。我望住榮恩送俾我嗰張生日卡，再講我都想留返少少力照顧下自己。之後一次復診，心臟科醫生見我情況唔算穩定，安排我留院觀察幾日。榮恩每日放工都嚟，有日下午佢神神秘秘咁帶我去醫院活動室，門一開我呆咗，前面有個細細嘅台，一支嘛，牆上貼住幾粒指節嘅星星，全部歪歪斜斜。我望住榮恩，你整㗎？佢一臉得戚，我同2個同事整㗎。佢攞起支蜜遞俾我，蘇美蓮小姐，今晚到你出場。我笑到咳，你黐線㗎？佢話你自己話以前唱歌好叻㗎。我笑，我吹水啫。榮恩搖頭，我唔理。佢撳咗幾下手機，熟悉嘅前奏響起，又係千千行稿。我攞住支咪，隻手一直震。第一句爭啲入錯拍子，唱到第二句，我先慢慢揾返自己把聲。活動室得7、8個人，2個姑娘，3個老人家。榮恩仲有一個清潔阿姐，但唱到中段，我眼前見到嘅已經唔係醫院，係40幾年前嗰個細舞台。唱完之後，榮恩拍掌，拍到手都紅。我望住佢，笑住問：好唔好聽？佢大大聲答：全香港最好聽。我知道佢講大話，但嗰句係我呢世聽過最好聽嘅大話。第二日，我打咗個電話俾舊街坊梁太，佢個仔陳卓文係律師。2日後，陳律師嚟醫院見我，我第一句就講：陳律師，我想立遺囑。佢冇急住問我想俾邊個，反而先問我有幾多仔女，有咩資產，平時邊個照顧我，仲問我有冇人逼我或者俾壓力我，我全部照實講。最後佢問：蘇女士，如果方便，我需要知道你大概有幾多資產。我報出一個數。陳律師停咗一下，大約1860萬。我點頭係，呢個數連榮恩都唔知。
國雄以前同朋友夾份買過觀塘一個工廈單位做印刷工場，佢走之前嗰份權益留咗俾我。10幾年前，成棟工廈被收購重建，我嗰份套現咗1300幾萬，嗰筆錢我一直冇亂使，做定期買啲比較穩陣嘅投資，再加上我做咗幾十年製衣車板絲儲落嚟嘅錢，到依家大概1860萬。3個仔女一直以為我最值錢嘅就係葵芳嗰層樓。陳律師問：你清楚自己有3名成年子女？我答清楚。佢再問：你而家嘅意思係唔打算將主要遺產留俾佢哋？我點頭係。陳律師講得好直接，如果主要遺產會留俾一位同你冇血緣關係嘅人，程序最好做得完整啲。尤其你最近身體唔好，我會建議安排醫生記錄你當時嘅神志同認知狀況。正式簽署遺囑時，亦要有2名受益人以外嘅見證人在場。日後如果有人質疑，會清楚好多。我點頭，照你安排，但我冇即刻簽，因為我仲有一樣嘢要攞返。我打電話俾啟朗，叫佢嚟醫院。佢一坐低，我就講葵芳層樓轉返俾我。佢塊面即刻變咗，媽，你講笑啊？我答冇。佢急到，你當年自願俾我㗎。我望住佢，係，所以我依家都係問你肯唔肯自願轉返俾我。佢盯住我，點解突然咁？我話因為我依家先知，原來嗰間屋已經冇一個位係預俾我。啟朗沉默，我停咗一陣，再講，仲有我唔係得嗰層樓。我自己有錢，比層樓值錢得多。啟朗即刻抬頭，幾多？我忍唔住笑咗。果然，第一句就係幾多？我答1800幾萬。佢成個人坐直，你有成千幾萬。我點頭。啟朗追問：你點解從來冇同我哋講？我望住佢，我自己嘅錢，點解一定要同你哋交代？3日之後，啟朗突然帶埋泳師嚟探我。泳師第一次主動幫我斟水。佢坐喺床邊，笑得特別客氣。媽，其實之前大家有啲誤會。再隔一日，啟昌一家4口都出現。淑文拎住煲湯，2個平時見到我連招呼都懶得打嘅孫，一入門就齊齊叫婆糊。啟昌仲坐喺床邊，親手幫我剝橙。佢話：媽，你出院之後去我屋企住啦，我照顧你。我差啲笑出聲，唔使問都知。啟朗已經將我有千幾萬嘅事講咗出去。當晚嘉敏都嚟啦，佢一入門就紅住眼。佢話：媽，我呢排先知道你身體差成咁。我望住佢，你返香港嗰日，我去過機場。佢低低頭，我嗰日真係趕住去見人，我冇同佢爭，我只係問：以前你16歲離家出走，係因為我想同志成叔一齊。你記唔記得自己講過乜？嘉敏沉默。我幫佢講返，你話以後你會陪我，你仲話你一定會對我好過任何男人。嘉敏抬起頭，個樣竟然有啲茫然。佢問：我有講過咩？我望咗佢好耐，最後只係笑咗笑，冇事。原來我用20幾年守住一句說話，講嗰個人一早已經唔記得。嗰一刻，我心入邊最後嗰點盼望都冇埋。1星期後，啟朗答應將葵芳層樓轉返俾我。我知道唔係因為佢突然有良心。佢只係識計數，500幾萬嘅樓換一個將來分1800幾萬遺產嘅機會，喺佢心目中抵。陳律師提醒我，物業重新轉讓要由律師正式處理文件，亦涉及印花稅同其他費用，唔係簽張紙就算。我答照辦，我要嘅唔係慳嗰啲錢，我要攞返自己條鎖匙。
手續辦妥之後，我第一件事就係換所。醫生評估過我情況穩定，我亦離開安老院，暫時返葵芳住。榮恩啱啱轉咗日更，我問佢願唔願意租我間細房，佢即刻嚇一跳。婆婆，我俾唔起市價嘅。我答每個月1000蚊，佢眼都大埋，咁平。我話有條件。佢即刻緊張，咩條件？我望住佢，每晚溫1個鐘書，唔准偷懶。佢笑到成個人伏喺飯台。嘉敏亦話自己長住酒店太貴，問可唔可以暫住幾日。我應承，唔係因為我有心軟，我只係想睇清楚，睇下我呢3個仔女為咗錢仲可以做到咩？啟朗搬走之後第2晚，突然拎住2箱嘢返嚟。佢話我仲有啲衫未攞，點知一入門佢就唔走，坐喺梳化一路睇電視，到夜晚10點，嘉敏終於忍唔住，佢問你仲喺度做乜？啟朗眼都冇抬，我以前住呢度，返嚟坐客都唔得。嘉敏冷冷地講，依家間屋係媽嘅。啟朗即刻笑咗一聲，你又好有資格講。13年唔見人，一聽到媽有錢，成個人就由澳洲飛返嚟。嘉敏塊面即刻黑晒，我起碼冇呃阿媽層樓，再送佢去安老院。啟朗反駁，安老院係佢自己肯去。嘉敏指住佢，你連佢間房都改埋做打機房喎。啟朗一下企起身，咁你呢？阿媽病到入醫院，你返香港咁耐探過幾多次？2個人越鬧越大聲。我坐喺飯台飲茶，榮恩企喺房門口望住我，有啲擔心。嘉敏突然爆咗一句，你以為我唔知咩？你公司都想炒你幾次啦，你老婆肯跟住你，咪因為你有層樓。啟朗即刻反擊，你又好得去邊？你澳洲間公司一早唔要你啦。你今次根本唔係返香港見客，你係返嚟搵工。嘉敏塊面一下白晒，我握住茶杯嘅手停咗。到呢刻，我先完全明白點解機場嗰日佢拖住2個咁大嘅行李啦，點解佢口中嗰啲客到依家一個都冇見過。嘉敏氣到拎起隻杯，我將茶盅放低，我講夠啦。2個人一齊望住我。我指住門口，你哋出去。啟朗皺眉，媽，我再講一次，我話2個都出去。嘉敏急道，我住緊呢度喎。我望住佢，我只係答應你暫住幾日，冇答應你長住。啟朗更加火，我啲嘢仲喺度。我話聽日約時間返嚟攞。佢一掌拍落飯台，阿媽，你使唔使做得咁絕啊？我望住佢，好一陣先問，你叫我離開呢間屋嗰日，記唔記得自己點講？啟朗唔出聲，我幫佢講返，你叫我下次返嚟之前通知你。我攞起手機，我話今日我都一樣，請你哋走。嘉敏企喺原地唔喐，我係你個女嚟㗎。我望住佢，所以呢？佢愣住，我已經撥通電話報警。我講得好平靜，我話自己係長者，屋企有2名成年家人拒絕離開，大家情緒開始激動，我擔心再爭執落去會出事，希望警員到場協助。冇幾耐，2名警員上門，佢哋先將我哋分開，逐個問清楚。又睇過我嘅身份資料同物業文件，確認現場冇人受傷，亦冇人破壞屋內物件之後，其中1名警員同啟朗、嘉敏講，業主已經清楚表示今晚唔同意你哋再留喺單位。家庭同財產問題如果有爭議，可以另外處理。今晚大家先分開，唔好再嘈落去。啟朗咬實牙，嘉敏眼都紅晒。最後2個人一前一後行出門口，我親手閂門。以前佢哋細個，我最怕嘅聲音就係閂門聲。仔女一發脾氣，砰一聲閂埋房門，我就會擔心成晚。嗰晚終於輪到我閂門，我先知道原來有啲門閂埋，間屋反而會靜。
第二朝，陳律師帶埋準備好嘅文件過嚟。之前醫生已經按需要記錄我當時嘅神志同認知狀況。陳律師亦單獨再同我傾一次。佢問我知唔知道自己有咩資產，知唔知道自己同3個仔女嘅關係，亦問我點解作出呢個決定。我全部答得清清楚楚。到正式簽署時，2名同受益人無關嘅見證人亦同時在場。我坐喺自己張飯台前，逐頁聽完解釋，最後簽名。我主要嘅現金投資同重新轉返我名下嘅葵芳單位，喺我離世之後留俾方永欣3名成年子女，不作主要分配。落筆嗰一下，我冇喊，我只係覺得自己隻手從來未試過咁輕。遺囑入邊寫咗啲咩？我冇同任何仔女講。真正令3兄妹開始心慌嘅係啟朗，佢知道我揾個律師，亦知道層樓已經正式轉返我名下。有一晚，佢喺家庭 WhatsApp 群組直接問：媽，你係咪真係改咗遺囑？我只回咗一句：我嘅身後事已經安排好。就係呢句，3個人全部亂晒。啟昌開始日日打電話，一時話膝頭痛到瞓唔到，一時又話2個仔讀書要錢。有次甚至拍咗條片俾我，片入邊佢坐喺梳化，隻腳包住護膝，佢對住鏡頭講：媽，醫生話私家做手術快好多，要20幾萬。我係你個大仔，你唔會見死不救黑嘛？我睇完條片，將手機反轉。公立醫院有得跟進，佢只係嫌輪候時間長，想快啲去私家做。以前我做手術，佢連半日假都話請唔到，依家輪到佢痛，就覺得我應該即刻拎20幾萬出嚟。嘉敏更加直接，有晚佢打嚟，開口就話：媽，我依家真係好難，澳洲份工冇咗，我仲欠住卡數。你俾100萬，我重新開始，好唔好？我問點解係我俾？電話另一邊靜咗幾秒，嘉敏答：你有能力啊。我話我有能力同我有責任係2回事。佢把聲開始哽咽，我係你親生女嚟㗎。聽到親生2個字，我竟然覺得好陌生。啟朗就幾乎日日喺樓下等，今日拎花，聽日拎湯，後日拎生果，連按摩機都買咗部上嚟。永欣放工返嚟，見到門口有堆滿嘢，佢問我：婆婆點算啊？我指住袋生果，食得嘅留低。佢又問其他呢？我答：推到就推，推唔到叫佢自己拎返。永欣望住我笑：你依家真係好惡。我笑返佢：遲咗40年咋。但我身體開始越嚟越差，一次複診期間，我突然暈低，再醒返已經瞓喺醫院。醫生同我講，我原本嘅心血管問題要繼續跟進。另外，姑娘同醫生留意到我近排記性同反應都有變化，所以安排再做認知評估。之後一段日子，我開始發現自己真係有啲唔同。有時朝早醒嚟，我會唔記得自己食過早餐未。有時永欣同我講完一樣嘢，過10分鐘，我又會再問一次。但係好奇怪，我越嚟越記唔清啟昌3兄妹近年嘅樣，反而記得永欣考英文之前緊張到手震。記得志成第一次幫我調嗎？仲記得我後生嗰支吉他係啡黃色。好彩遺囑早喺我神志清醒、認知冇出現明顯問題時完成。陳律師將相關文件同會面記錄妥善保存。佢亦提醒永欣，如果有人嚟醫院逼我簽文件，或者要求我改遺囑，唔好同對方硬碰，先揾醫護人員，有需要再揾醫院保安或者報警。果然，3兄妹最後一次一齊嚟係1個星期日下晝。其實根本冇人同佢哋講過遺囑內容，但我收返層樓，拒絕再俾錢，又同永欣住埋一齊，3個人自己都估到永欣好可能係最大受益人。
嗰日下晝，5個人一齊入咗病房，啟昌、淑文、嘉敏、啟朗，仲有啟昌個大仔。啟昌一入嚟就跪低，真係跪。佢大聲講：媽，我知錯啦。隔離床幾個病人全部望過嚟，我皺住眉。嘉敏行到床邊：媽，你點可以將成副身家俾個外人？我哋先係你仔女啊！啟朗指住榮恩：你識我媽先幾耐？你咪又係想要佢啲錢？榮恩嬲到成個人都震，但係佢冇同佢哋鬧。佢只係行到我床前，擋喺我同佢哋中間。佢話：蘇婆婆要休息，你哋出去。淑文把聲即刻高八度：你收聲啦，未輪到你喺度做主人啊！啟昌跪住行前2步：媽，我2個仔係你親孫嚟噶，你真係1蚊都唔留俾我哋。你走咗之後，點同阿爸交代啊？我望住佢，望咗好耐。佢塊面明明好熟，但我突然諗唔起佢叫咩名。嘉敏一手捉住我：媽，你睇清楚，我係嘉敏啊！我嚇咗一嚇，即刻縮開隻手。我問：邊個？成間病房突然靜晒，嘉敏呆咗。佢望住我：我啊，你個女啊！我再望向其他幾個人，一張張焦急、憤怒、驚慌嘅臉。我真係認唔出。我轉頭問榮恩、阿欣呢班人係邊個？嘉敏一下就喊咗出嚟，啟昌成個人癱坐喺地下。但係最令我心寒嘅係啟朗下一句，佢冇問醫生，冇問我點解會連佢哋都認唔到。佢第一句問嘅係：咁佢依家仲可唔可以改遺囑？榮恩聽到，成個眼神都變咗。佢指住門口出去，啟朗火都嚟埋。你憑乜？榮恩一步都冇退，憑佢係病人，佢依家唔認得你哋，亦唔想見你哋。啟朗仲想行前，榮恩立即撳床邊鐘叫護士。幾個人繼續喺病房嘈，護士好快趕到，見情況越嚟越亂，立即要求佢哋離開病房，亦通知保安上嚟協助。啟昌臨走之前，仲一路回頭嗌：媽，我係你個仔啊！我先係你個仔啊！我望住門口，突然覺得好緊，我伸手拉住榮恩，我叫阿欣，佢即刻坐翻床邊。我喺度，我問佢頭先嗰啲人，我係咪真係識噶？榮恩眼淚一下跌咗落嚟，佢冇答我係，亦冇答我唔係，佢只係幫我拉好張被。再細細聲同我講唔緊要。停咗一陣，佢握住我隻手，唔想記就唔好記啦。我人生最後半年反而過得最安靜。醫生話我嘅認知狀況有時好，有時差。有啲日子我乜都記得，有啲日子我會以為自己仲係20幾歲。有朝早，我望住榮恩，好認真咁問：今晚幾點返民歌餐廳啊？佢從來唔笑我，只會答：你休息多陣，我陣間陪你去。有一日，我精神特別好。榮恩帶咗一支2手木吉他嚟，同我以前嗰支好似。我摸住啲弦，問：你買㗎？佢答：2手咋，唔貴。我鬧佢。又亂使錢，佢笑：你以前買奶俾我啦，依家我買結佢俾你，打和。我忍唔住笑佢計錯數，2盒奶點同1支結去打和？但係榮恩話得就得，我已經彈唔到一首完整嘅歌，手指冇力，好多和弦都唔記得。我彈錯，佢就拍掌；我唱錯，佢又拍掌。我問：我唱得咁難聽，你拍乜嘢話？榮恩笑到眼都彎埋。我鍾意聽啊！嗰年秋天，我喺醫院安安靜靜咁走咗，最後陪住我嘅人係榮恩。之後，陳律師按正常程序處理我嘅遺產，到遺囑內容正式揭開，3名子女先真正知道我留俾榮恩嘅唔止葵芳嗰個單位，仲包括我主要嘅現金同投資資產。
啟昌三兄妹揾過律師，有人質疑我立遺囑嗰陣身體已經唔好，亦有人話可能係榮恩影響我。但係我訂立遺囑嗰陣，醫生對我神志同認知狀況嘅記錄，律師同我單獨會面嘅資料，兩名獨立見證人嘅安排，都保存得清清楚楚。榮恩亦從來冇參與我向律師作出嘅指示。遺產處理咗一段時間，最後榮恩按照遺囑承受我留低嘅主要資產同葵芳個單位。至於我嗰3個仔女，冇咗我之後，日子一樣要過。啟昌嘅膝關節問題越嚟越嚴重，公立醫院一直有跟進，但係佢嫌輪候耐，又想快啲做私家手術，報價20幾萬。以前佢成日話2個仔係佢呢世最大成就，到佢真係開口問2個仔可唔可以幫手出啲醫療費時，2個人嘅反應同當年嘅佢幾乎一模一樣。大仔話：我啱啱先開始返工，邊有咁多錢啊？細仔就話：公立醫院咪有得睇咯，做乜一定要去私家？啟昌坐喺梳化，膝頭痛到成晚瞓唔着。有一晚，淑文半夜起身飲水，聽到佢一個人坐喺廳，低低聲叫媽。但係屋企再冇一個人會因為佢一句痛就半夜起身陪佢。嘉敏返香港之後，搵過好多份工。佢以前喺澳洲做華人樓盤銷售，靠人脈、靠佣金，亦靠市道。返香港之後，佢仲想搵返以前嗰種收入，但現實冇等佢，卡數越滾越多，酒店住唔起，最後搬去租一間細套房。佢做過電話銷售，做過地產代理，後來亦喺尖沙咀酒吧做過嘢，更客戶接待。以前最重視嗰啲名牌手袋，一個一個擺上網賣。有一年我死忌，佢夜晚一個人去拜我，身上帶住酒氣，喺我墓前坐咗好耐。嘉敏低住頭講：媽，我嗰陣真係唔記得你生日。過咗一陣，佢又話：我一直以為你永遠都喺度。佢喊住問：點解我以前會覺得你永遠都應該等我？冇人答佢。啟朗後來亦離咗婚，葵芳層樓轉返俾我之後，詠詩同佢越嘈越多。詠詩原本都以為我將來點都會分返一筆俾啟朗，遺囑一出，最後一個算盤都落空。2年後，詠詩正式同佢分開。啟朗搬去租舊樓，份物流公司問員工一直做得唔穩定，人工又冇乜起色。有一次，佢整理搬屋樓下嘅舊紙箱，喺入邊揾到郭紅一張舊相，相片一角，仲留住當年嗰撻嫁嚟執職。嗰晚，啟朗飲醉咗，佢攬住張相，第一次對住相入邊嘅爸爸講：以前阿媽喺度，我做錯咩都好似有得返轉頭。佢望住張相好耐，最後先講：依家冇啦。其實到嗰一刻，佢先真正明白，唔係人生突然對佢差咗，只係以前一直有人幫佢頂住。嗰個人唔喺度之後，每一個後果都要自己受返。至於詠恩，佢冇因為突然有咗錢就放棄讀書。相反，等遺產安排大致落實之後，佢第一件事就係減少工作時間，專心準備重考。第2年，佢考返自己一直想要嘅成績，之後入讀護理相關課程，再一路讀落去。葵芳間屋佢冇賣，我以前住嗰間房，佢重新拉返米白色，窗邊放住嗰支2手木吉他，櫃面擺住一張相，相入面嘅我着住深藍色旗袍，68歲，頭髮特登染黑咗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有同學第一次去佢屋企，見到張相會問：呢個係你留啊？詠恩每次都會答：係啊。有人知道佢自細喺兒童院舍長大，就會奇怪咁問：你唔係話自己冇屋企人咩？詠恩就會笑，佢話我係冇爸爸媽媽。停一停，再補一句：不過我有個婆婆。
跟住佢通常會指住窗邊嗰支吉他，好認真咁同人講：我婆婆後生嗰陣識彈吉他，仲識唱歌㗎。人哋問佢以前係歌手啊，詠欣就笑，佢話自己唔係，然後再望住我張相，但係我覺得佢係。後來詠欣將我留低嘅一部分錢獨立撥出嚟，長期資助幾個由兒童院舍出身，想繼續讀書嘅後生仔女。佢冇用我個名，亦冇同人講自己做善事，佢只係同負責人講，以前有人喺我最窮嗰陣坐喺走廊陪我溫英文，佢停一停再講，我想將呢樣嘢傳落去。好多年之後，詠欣仍然記得我最後一次特別清醒嗰日。嗰日下晝陽光幾好，我望住窗外，突然叫佢：阿欣，埋嚟啊！詠欣坐到床邊，我同佢講：阿欣，我諗翻起支吉他啦。佢問：邊支？我笑，我後生嗰陣賣咗個支。我停咗一陣，再慢慢講。我成世人都驚啲仔女唔開心，驚佢哋冇錢，驚佢哋讀唔成書，驚佢哋結婚冇樓，驚佢哋嬲我。講到呢度，我自己都笑咗。我話到老先知，原來我自己都係人，我都有鍾意嘅嘢，都有唔想做嘅嘢，都有自己想過嘅日子。詠欣冇講嘢，只係握實我隻手。我望住佢嗰一刻，我冇再問啟昌，冇問嘉敏，亦冇問啟朗。我只係笑住同詠欣講：如果志成真係喺嗰邊等我，我今次唔放佢飛機啦。詠欣眼紅紅，但係佢都笑。佢話：咁你記得帶埋吉他。我點頭，梗係。我合埋眼之前，腦入邊最後見到嘅唔係醫院，係一個細細嘅台。20幾歲嘅蘇美蓮背住支吉他，企喺面前，台下有人幫我調音，有人抬起頭望住我笑，而我3個仔女已經唔喺嗰幅畫面入面。呢一次，我唔係邊個嘅阿媽，唔係邊個嘅提款機，唔係一間屋嘅業主，亦唔係一個日日等仔女返嚟探嘅老人家。我只係蘇美蓮，我要唱歌啦。